我哋先講 ARPG 方面嘅設計。如果冇玩過天外世界嘅話，會覺得宣誓嘅戰鬥系統冇咩特別。但其實咧，你就算玩過天外世界，都會覺得宣誓嘅戰鬥系統唔係真係做得咁好。但相比起天外世界，已經進步咗非常多。大概就係一個唔合格嘅水平變成一個合格水平咁樣嘅進步。家電方面，戰士、遊俠、法師三個嘅大分支，可以話係冇任何職業嘅講法。武器類型好多種，因為冇職業，所以技能咧都冇限制，一定要點樣加。如果你想增加容錯率，就算你係玩魔法流，同樣都可以點戰士嘅血量上限增加技能。但遊戲技能點呢嘅獲得上限就相當有限嘅，所以都係要作出取捨。不過啱啱都有講到，呢款遊戲使點嘅成本非常低，係可以試下多啲唔同嘅流派。另外裝備，主副手係可以裝備兩種唔同類型嘅武器，除咗雙手武器之外，你大可以主手裝盾，副手裝槍，走猥所流，或者主手裝劍，副手裝槍，遠近攻都要，完全係冇任何嘅問題，自由度係非常大。但佢戰鬥嘅新鮮感大多數都係集中喺中前期，始終佢同真正擅長做動作遊戲嘅團隊係有唔少嘅差距，無論係打擊感、流暢度、鏡頭角度、閃避等等都唔係同一個級別。佢喺養成上邊有足夠嘅樂趣，但係戰鬥本身嘅趣味性咧就比較一般。加上怪物嘅重複度其實係偏高，而且後期玩家裝備成型同等級練高咗之後呢，對怪物嘅等級壓制情況係一直出現，所以呢款遊戲嘅戰鬥體驗係高開低走，越到後期越平淡。